来，拿过来。郡主，您看这个。不行不行，郡主您看这个，不好看，给我看看。都麻利点啊！不行不行，快点！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来拿过来。伯爷，您看这块，不行，换重些的吧。要上好的轻纱，薄如蝉翼那种，重的不要。快点！怎么？还敢有不同意见啊？并没有，不过还请郡主三思，轻纱不够端庄。快去吧。那就锦缎，华丽灿烂，最时兴不过了。太过于流行的东西难以隽永，而且容某以为锦缎不够雍容。那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说用什么呀？就用宫中的绒绸吧。这也太素净了吧？怎么能镇住场子呀？要我说啊，这些都不行，就线绣。哎，拿那个金丝线绣满那个福禄寿喜，远处看都能发光的那种。想法的确不错，不过郡主想想，这样的绣法只怕工期不够。是皇上亲口说的，规格等同于太后，花点钱怎么了？郡主，本朝一向勤俭治国，就算等同太后，也不应该花费过度，否则难免引人非议啊。勤俭治国是吧？行，那钱不够，我们搬家自己出，行不行？行，但也不行。圣上有旨，本次寿宴花销全部由内务府支出。郡主这是要违抗圣意吗？荣霞，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？容某是诚心办事，请郡主不要误会。你说，听谁的？啊，大人身为礼部侍郎，容某也想听听你的意见。这，请直言不讳。哎呀，郡主，伯爷，你们二位面前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啊？在下诸事繁忙，若是二位还没有定论，请到别处看看吧。总管。郡主，伯爷，别的点心我都无所谓，再帮我加一份龙井糕。这龙井糕是何物？回伯爷，这龙井糕乃是用当季新茶所制，凡选茶叶不得超过3日，以24节气无根水或者麦芽新的面粉，再添加各种蜜饯精华才能制成。就不过是块糕点，却要耗费大江南北1年40的精华，未免太过奢侈了一些。荣霞，一切从简也行，穿绒衣也行，我都听你的，但我就想要这个龙井糕。不行，大长公主的寿宴不仅是一家之事，更是天下之事，其中的每一桩每一件都代表着皇家，还请郡主不要任性。容某理解郡主一片孝心，只不过你懂什么？伯爷，您也不要怪郡主。龙井糕虽是稀世之物，但是却有一段故事。当年班老将军与大长公主的定情之物，正是这块龙井糕。郡主定是心系大长公主，方才如此在意。